攞蛇舌草水，散熱解毒、活血化瘀，有好好嘅消炎效果，亦都能夠抑制腫瘤嘅生長，適合容易上火嘅人群，唔適合易肚屙、孕婦同埋婦女來經嘅時候都唔適合。作為普通保健飲品，每次用10g 乾嘅蛇舌草，每星期飲一次。我哋洗乾淨啲蛇舌草，然後就擺落去煲湯包袋。如果已經有發炎情況㗎，就可以用多啲嘅蛇舌草，用到20g，連飲3日。如果都唔轉好呢，就要睇醫師啦。嗱，將嗰個包好嘅蛇舌草就放入個小鍋裏邊，然後加入500ml嘅水，1粒蜜棗可以中和蛇舌草嘅苦味。1小片桔子皮能夠減低蛇舌草對脾胃嘅不良影響。130g 一個細嘅紅甜蘋果，去核切粒。蘋果可以降低蛇舌草對脾胃嘅不良影響，亦都能夠增加呢個清甜味。大火煮滾，滾起之後轉細火煮半個鐘頭。然後夾走個蛇舌草啦，蛇舌草性質寒涼，咁樣就做好一個散熱消炎嘅保健飲品啦。